根據吳浩先生《塘西風月史》記載，塘西妓女埋街唔係一定有好日子過㗎，有好多撈唔掂，唯有重返塘西，重操故業。呢啲日姑翻頭揾食呢，有一個特別嘅名稱嘅喎，就係叫做翻閹。當然唔排除可能性又再埋街，但又有可能再次翻閹喎。一般迷信嘅說法呢，就係話老舉也者，生來命苦，未必人力可改，天意。塘西妓女咧曾經有兩項翻閹嘅記錄，翻閹最多同埋翻閹最快。翻閹最多嘅紀錄保持者咧，呢位阿姑咧就係永樂寨嘅傅春紅。佢原本喺上海紅極一時嘅歌妓，但係咧哇攞埋呢個單程證咧，衝到嚟香港揾食。當然唔係晚龍就唔過江，自然有佢耍家嘅必殺技嘅。嗱，阿傅春紅咧貌屬中資，仲有幾分似當時嘅南花旦千里駒，而佢嘅唱功咧就極力咧就係模仿咧呢個千里駒嘅唱法，咁咧有呢個叫做區腔。所以咧佢能豔刺高漲啊，而且咧佢仲極富男兒氣概喎，仲有一手撈家嘅風度，出嚟撈嘢對人對物特別大方豪爽，所以江湖人物咧特別都中意佢，成日咧都幫佢執廳同埋打水位。傅春紅咧就好夠義氣嘅。當佢發現啲姊妹好友遇上困難咧，環境包皮咧，佢都會盡出私蓄助其發展嘅。不過俗語講得啱，義不長財啊！傅春紅咧就落得身無分文，本定係上咗岸噶啦，又要下海，但係咧佢成日都會咁樣講啊，冇相干啦，新知舊語都會支持我嘅。但係咧佢真係越閹越旺喎，理由係。其實大家都喜歡佢嗰份性情豪爽坦率嘅性格。傅春紅對於佢呢個翻閹最多嘅銜頭呢，係完全冇抗拒嘅，欣然接受，並經常發表偉論。我哋妓女被逼翻閹，其實都係皆因呢個封建思想未除，男人就可以三妻四妾、金屋藏嬌，我哋班阿姑渴望埋街，甘願作妾。但係咧，就經常不容於大婆二婆備受折磨，實在忍無可忍啊！一腳踢開個衰佬，重操故業，自食其力。唉，不過有時又係自己衰嘅，迷戀靚仔，但係佢哋可能係牙籤大笑，金屋藏嬌之後又揾第個。仲有啊，一個唔好再跟住個空心老官埋街，唔夠3個月就冇米開飯，唯有就係逼住翻嚟再撈過啦。傅春紅嘅大翻理論，實在道盡妓女埋街之苦，非常之可信啊！真係有 credit 㗎。好啦，又要講下翻閹最快嘅紀錄保持者啦，原來就係宜香寨嘅細妹，埋街第4日就已經離家出走，逃之夭夭，翻上廣州咧陳塘繼續操業。阿細妹咧就年僅17歲，真係堪稱卜卜脆啦。人見人愛，無數飲客都為佢顛倒啊！其中呢，有一個貌似仙人嘅老淫蟲查大紳士，家中已經有1妻5妾，但係都係嫌唔夠啊！仲經常喺花叢之中就打滾，竟然就俾佢愛上阿細妹，仲願意為佢贖身，金屋藏嬌，立為第7妾侍。於是佢就落足嘴頭就遊說呢個閨母啦。嗱，3000蚊贖身，2000蚊買樓，5000蚊禮金，呢個就係閨母開出嘅條件。哇！你唔好撚去搶，一雞嘢好大條數喎。查大紳士當時打下如意算盤就係問：喂，究竟值唔值啊？係咪雙鑽石啊？咁閨母又講啊，1萬蚊都係其次啊，仲要睇下我哋個細妹岌唔岌頭至得㗎。其實阿細妹對佢毫無好感，阿閨母咧就已經係感覺得到噶啦，咁所以就開天殺價，希望就帶走查大紳士。點知查大紳士忍痛咧就拍板，就1萬蚊啊！但係你要幫我說服阿細妹，真係鳩眼冇朋友。閨母都冇晒辦法啦，當佢向細妹提出嗰陣時咧，竟然出乎意外，一口就答應咗。
點解細妹咁爽快呢？道理好簡單，原來當時細妹啱啱就愛上咗某一個洋行嘅文員啊。當然呢啲紅牌阿姑中意得佢嘅，梗係又靚仔又性能力高噶啦。但係奈何咧，呢啲咁嘅人士咧，都係好似我咁，又冇錢又冇銀，唉，咁點有資格同啲紅牌阿姑談情説愛呢？咁細妹為咗佢，就一於騙婚，攞翻嚟嗰成皮嘢嘅禮金咧，就攞咗5000蚊就俾佢打本做生意，希望呢個文員咧第時就出人頭地。當查大紳士咧知道細妹答應咗之後咧，就湊屎密冚做足個保密工作，即刻金屋藏嬌將細妹收藏起嚟，唔好俾佢其他嘅妒忌嘅妻妾知道呢件事。於是金屋藏嬌，春風一度，春風二度，春風三度，春風第4度，到第4日啦，查大紳士呢個嘅秘密咧，竟然俾班老友偵破啊！咁佢班老友當然屈佢擺局啦，你立妾唔擺局點算啊？老友，查大紳士咧就哀求眾人咧守秘密，於是咧就決定喺3日後嘅星期6，就喺呢個金陵酒家裏邊擺局，就招呼佢班雞蟲老友啦。殊不知，當查大紳士翻到金屋咧，又唔見咗細妹喎。咁都不特止啊，發現屋裏邊嘅衣飾財物，哇，金器玉石全部被席捲一空。家人走咗佬，咁仲得了嘅？但最凄慘嘅就係查大紳士有錢又冇面，星期6又要擺局，又唔可以推莊，咁點算呢？就係唯有就話細妹咧就抱病喺家，事夜咧就真係苦酒滿懷啦，真係飲悶酒啦，真係。原來咧細妹逃婚之後咧就嗱臨走佬上廣州嘅陳塘翻閹再操故業。而偏偏呢個查大紳士咧就真係消息靈通啦，一路追上廣州，仲要同細妹對簿公堂，告佢騙婚。細妹如果罪名成立咧，就一定踎監啊，一生嘅幸福咧就付之於流水，慘過遊刑啊！但係喺最驚險嘅關頭，查大紳士嘅6個老婆妻妾突然之間殺上廣州揾嘅老淫蟲算賬，仲要孖叉佢，哇！你條仆街瞞住我哋揾女！你卑鄙下流賤格，你想死你想閹頂啦！查大紳士唯有對呢個細妹嘅控訴咧就撤銷控罪。咁大家都去諗下，究竟邊個向呢班又善記又惡死能登嘅梁子軍告密呢？咪知就係細妹醒咗5000蚊佢打本做生意嗰個洋行小職員咯。